今天是血刀老祖血刀继承之日，随着最后一滴血液滴落，只见老祖手作拈花，将其吸入手中，将其弹射而出，而后将火焰以强劲的内力运转入怀中，向面前顶中击射而去。随着寒冰炸裂，一柄刀身血红的百年血刀被血刀老祖稳稳接到，浑身散发着冰冷的杀气。只见通身的血红色缓慢隐藏于刀柄之中。下山！血刀老祖此次要找寻之人，正是号称铁骨莫恶的武林名宿梅念生。相传梁元帝将藏宝图被改成一道口诀，藏于连城剑法中，而梅念生正是江湖中唯一练成连城剑法之人。是亲手把你的连城剑诀交上来呢，还是让老祖我自己去拿？传世之宝，岂能让你们这些奸淫掳掠之徒染指？见话不投机，血刀老祖抽刀出鞘，随着一声怒吼，径直刺向梅念生。而梅念生面不改色，以气机催着宝剑出鞘，随后提气跃至半空。随着二人的刀剑相交，顿时引得枯枝落叶，大有翻飞之势。面对血刀老祖的猛烈进攻，梅念生如同静水流深，苍生踏歌，以飘逸的身法从容应对。只见梅念生一剑点地，翻飞中以腿法攻向老祖，奈何也仅仅只是击退数步。随后血刀老祖以牙还牙，劲重重打在梅念生身上。血刀老祖得意地说：“梅老儿，快使出你的连城剑法吧！”只见梅念生提剑凝息，舞动时竟出现数道残影，令人眼花缭乱，正是连城剑法。而后陡然间出现在老祖身前，一记耳光打的老祖是旋转跳跃，他闭着眼。二公是！老祖见势不妙，急忙后撤，却被梅念生紧紧跟上，一个抬手便打飞老祖手中血刀。好！去剑士，而后凌空旋转，气贯长虹，一剑刺进老祖肩膀。刺剑士，随着老祖将肩头的剑刃拔出，梅念生飞身连踢数脚，将老祖踹飞至其门徒身边，而后正欲一剑结果的老祖。哼，梅大侠，我血刀门弟子遍及天下，你就是一天杀上10个，恐怕你终生也杀不完。你走。无奈梅念生只好放过血刀老祖，可自己却喷出一口鲜血。原来刚刚的激斗让梅念生也身受重伤。夜晚，梅念生正在运功疗伤，而心怀鬼胎的徒弟3人却在一旁。这次师傅比武功，内力已经耗尽了，咱们哥几个是不是拿个主意？我想，这儿该添座新坟了。3人直接开门见山，可知晓3位徒弟秉性的梅念生并不愿将连城诀传与3人。大师兄万震山直接挺剑刺出，却被梅念生单手钳住。见状，3人立即围攻梅念生。面对3人的通力围攻，梅念生也渐露疲态，一个不小心便被3徒弟从背后贯穿胸膛，只能用内力将剑逼出体外，而后从怀中拿出秘籍抛向空中，趁3人争夺秘籍之刻跳入水中潜逃。